参見王爺，獨孤先生。哼，尹浩，你何时到的？有一会儿了，被王爷的琴声所吸引，所以在下就没敢打扰。王爷，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王爷的琴艺如此高超啊！哪里呀，这雅意呀，若是让那个人来弹奏，独孤，你必定惊为天人。哦，此人是谁？王爷，您一早就让李章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尹浩，我有一事与你商量。我记得你可是家中独子。是，没错。尹老将軍戰功赫赫，如今也到了頤養天年的時候。不知他與尹老夫人有沒有想過收一個義女，承歡膝下呀？義女？就是尹晴柔。晴柔？我明白了，王爺呢是想讓尹姑娘以尹老將軍義女的身份嫁入王府。王爷总算是开了窍了。哦，此话怎講？其實咱們家王爺並不愛彈琴，皇上送雅意給他，他就隨手束之高閣。是他的一個朋友又把雅意拿了出來，5年了，第一次見王爺又能彈琴。這麼說，這位朋友在王爺的心目中位置很重啊。是很重。這位朋友走的時候，王爺整個人就像被掏空了一樣。還要謝謝天上掉下的尹晴柔啊！你覺得王爺真的會娶尹晴柔嗎？別人怎麼想我不管，但是這個靈氣王妃，我尹浩認了。王爺，舅舅，你可算来了，怎麼樣？王爺何必着急？我能不急嗎？壽宴那天，我分明就聽到尹晴柔和父皇提到了大哥的名字，可我打聽了多日，竟沒人知道他們到底說了些什麼。怎麼樣？母後怎麼說？皇後也不知情，皇上也只是對她說，不必思念大王爺，各安天命便是。這是什麼意思？我也猜不透啊。舅舅，這與敵軍聯手害死大哥的事，你也有份。萬一被查出來，你我可都是通敵叛國的死罪啊。這個我當然知道，可看皇上和皇後的樣子，也不像發現了什麼。你確實聽清楚了，皇上和尹晴柔提起了大王爺。我只聽到了大哥的名字。當我準備上前打探的時候，老三來了。這尹晴柔是老三沒過門的妻子，他們究竟在盤算着什麼？這還用說？
看来，惦记皇位的不止你我。不管老三在算计什么，我们先下手为强。刚刚啊，还又哭又闹的，怎么，这会儿就高興成這個樣子？嫣然，你不是被氣糊塗了吧？沒有，姑姑，我想通了。自古姻緣天注定，這有緣分的自然可以在一起，沒緣分的也不能強求。你能這麼想，那就太好了。娘娘，哎呀，啟稟皇後娘娘，剛才尹老將軍向皇上請旨，說要收尹晴柔為義女，皇上已經准了，改日啊就要送尹晴柔去待嫁了。尹老將軍，他怎麼突然想收乾女兒了呢？這個。聽說是三王爺的主意。這個老三倒是怪上心的。嫣然，嫣然，尹晴柔呢？乔姑娘問的，她自然在她自己的房間嘍。你確定？哎，我剛從她那兒過來呀。尹晴柔，你竟敢騙我！嫣然，快去看一下。